早期的农业社会有一种风俗，就是拄嫁出去的查某囝，转去后头厝的时阵，sī-tōa会传2只koe-á-kiáⁿ，互伊砸转去。等候生囝做月内的时阵，摕来补身体。俗语讲：年头饲鸡栽，年尾做月内，就是在讲这款风俗。这句俗语是在形容人在做代志进前，爱有详细的计划，准备甲周全，安尼代志都通顺利完成。现代人嘛会当应用这句话来提醒家己，做任何代志，眼界都爱放较宽，对未来嘛爱好好啊规划，才会当伫需要资源的时阵，有才调去应对。